眾，今日王晶笑看江湖咧，又繼續喺度同大家講王晶喺80、90年代咧喺香港咁多出品嘅電影裏邊咧最喜歡嘅10部啦。咁今日咧就講到我最喜歡嘅古裝武俠片。呢部片咧，除咗佢本身拍得好之外咧，其實仲影響咗一系列古裝武俠片風潮，由91年底一路捲到95年，3年幾4年嘅時間啦。香港電影咧就係真係拍咗大量嘅古裝武俠片，連內地都跟風拍咗一啲嘅，台灣又係有啦。咁但係其實咧，因為古裝武俠片特別貴，淨係服裝道具啊、佈景啊，全部都係貴㗎啦。咁武術指導又貴啦，好多時間又長啦，因為要打啊嘛。咁就變咗咧，其實令到香港電影咧好傷，因為好多資源咧就擺咗落去啲武俠片度，而咧真正成功嘅並冇幾多部。實在古裝武俠片係好蝦人拍嘅，並唔係你係有啲導演以為佢係武術指導出身就或者武行出身就可以拍。其實唔係嘅，武俠係另外一種味道嚟嘅。你真係要對嗰樣嘢有認識同埋有了解先至可以成功。其實要文武雙全嘅嗰個導演係。咁呢部戲當然就係《東方不敗》啦。《東方不敗》咧係喺92年嘅春節喺台灣上映狂收。咁但係因為當年咧就新藝城咧就已經有一部片咧係安排咗92年嘅過年檔，好似都係最佳拍檔嗰啲嚟嘅。咁所以咧就唔想喺嗰個時間度上《東方不敗》，結果咧就係將呢個《東方不敗》咧褪到去暑假接放。但我已經耳聞到呢個《東方不敗》好犀利。有一次我同我老闆向華勝啦就喺度傾偈，咁我話咧就係向生，呢個我哋其實而家咩嘢片種我哋拍都唔會差得過徐克噶啦，但係只有佢嘅武俠片，我哋係佢一出我哋就打唔贏，一出我就打唔贏，所以我哋永成係要拍武俠片啦。咁佢好贊成。咁拍武俠片要拍咩武俠片？咁梗係拍金庸小說啦，呢個唔使講啦，最好嘅選擇嚟嘅。咁就大家研究咗一輪咧，當時因為我哋有周星馳，所以我哋就決定咗拍《鹿鼎記》。咁老實講，一話開《鹿鼎記》，我壓力好大，我要面對嘅就係東方不敗嗰個水平擺咗喺度，你一定唔可以比佢更差。雖然我哋有周星馳，都要拍得好先得。其實我同徐克係幾熟嘅，咁佢就打電話去俾施林生，就話我想有冇機會俾我睇下《東方不敗》啊咁樣。咁施林生又好好，咁就話冇問題啊。嗱，禮拜日就冇人喺公司嘅，你可以過去，我留個人喺度，咁就俾個 copy 你就喺剪接房自己睇啦咁樣。我雖然拍咗好多年戲當時其實我自己未試過上片喺嗰個剪接機度睇片嘅，但我當然我知道點做啊，因為之前我喺剪接間永遠都係有個剪接傍住我噶啦，咁只有自己去啦，唔通我帶個剪接去咁衰咩？結果嗰朝咧就係一個神奇嘅早上，佢哋真係冇乜人喺嗰個電影工作室，我就去到咁就有人開門咁，跟住我就入咗剪接房，就擺好咗個《東方不敗》嘅 copy 喺度啦。咁咧我就上片睇，所以我唔喺戲院睇嘅《東方不敗》。當然後來上咗同埋出咗碟之後，我睇多咗好多次啦。但係嗰朝早我睇咗4個鐘頭，我一睇已經對程小東嗰種動作處理同埋徐克嘅扭橋咧，已經係萬分佩服。佢不顧所有人嘅批評，用林青霞去演東方不敗係神來之筆。如果唔係咧，你換第二個點樣都核突嘅。只有林青霞做，就冇人敢駁嘴，因為呢個東方不敗理論上係一個由男人變性成為女人嘅人，而練咗武功咧就令佢性格佢嘅方向全部都轉晒女人。咁以前咧嗰啲拍過嘅《笑傲江湖》嘅咧，都處理得東方不敗係一個人妖咁樣嘅，咁就當然係純反派啦。但係佢將佢變成咗正邪之間，同埋喺感情上面好有追求嘅一個人，咁咧就呢個處理已經好新鮮，好新鮮。因為之前喺《笑傲江湖》第一集許冠傑做令狐沖嗰陣時咧，其實係因為胡金銓又拍咗好多啦，結果佢差唔多掉晒啦，就重新拍過咁滯啦。但係始終都係人哋拍咗咁多，你要改嗰個就唔可以從頭再嚟，佢就冇佢嗰種天馬行空可以表演出嚟。
就只能夠靠程小東嗰啲精彩嘅武術設計嚟到令到觀眾喜歡。咁第二集佢就痛定思痛，佢就換過晒啲人啦已經。許冠傑變成咗李連杰，就算連張敏做嘅任盈盈都變咗關之琳，小師妹由葉童變咗李嘉欣，直頭完全係換過晒啲人嘅，好似只係留低咗一個袁潔瑩，第一集都係袁潔瑩做藍鳳凰。呢一部咧，佢係完全係放開隻手去天馬行空，咁就完全幾乎都冇乜太顧原著噶啦已經。咁但係改得好好喎，好精彩喎！除咗幾個主要人物嘅性格之外，佢嘅橋段基本上都幾魔改嘅。嗰朝我真係睇，哇！睇到佢令狐沖點樣遇到呢個李子雄嗰個日本劍客有馬左路，一刀就斬開咗李嘉欣隻馬，變咗兩邊，然後再後面遇到東方不敗，再東方不敗瞞住佢，只係當自己係一個少女而騙取佢嘅愛情。因為其實佢係喜歡任盈盈，但係由於正邪不兩立咧，佢都其實係有保留嘅。對東方不敗嗰個假裝一個無辜少女嘅感情咧，反為係好真摯嘅。咁嗰段情咧就已經處理得非常之好。而東方不敗甚至將自己嘅愛妾呢個入余安安咧，就代替自己喺黑暗當中咧同令狐沖咧有咗親密關係。呢一段都更加係畫龍點睛，我覺得真係好嘢。而呢個余安安個角色咧，就即係雖然係佢係非常唔願意，亦都係照咗東方不敗嘅吩咐去做，但係佢冇辦法接受自己即係一女侍二夫，所以佢就亦都自殺咗。咁呢個都寫得好好。咁更犀利嘅就係咁設計咗咁多場嘅武打，我淨係睇佢開頭一刀斬開隻馬兩邊，我已經唔係斬斷喎，係從中咁片開兩邊喎。咁我已經哇咁犀利嘅，咁我就咪逐格睇，因為我喺剪接室，我可以逐格睇。哦，原來係咁拍嘅，原來一隻假馬嚟嘅，然後係講劏開咗噶啦。嗰一刀程小東嗰啲鏡好花嘅鏡頭咧，就真係可以呃到你1秒鐘嘅。如果唔係逐格睇咧，真係睇唔到佢點拍嘅。就算真係有咁嘅力量去咁劏開隻馬咧，亦都啲血會濺到所有人附近。我諗10丈之內都全部身度都係血或者嗰啲內臟嗰啲嘢嘅。咁佢當然唔可以咁拍啦，但係嗰一下真係好 shocking。東方不敗練成咗葵花寶典咧，嗰種力量咧就係無與倫比嘅，係全套戲所有人加埋都唔夠佢打嘅。但佢就係不斷咁樣放過令狐沖，不斷咁樣唔願意揭開自己真正嘅身份。中段咧又出現翻俾東方不敗禁錮嘅惡陰我行。咁呢個人咧又係好犀利，佢吸星大法咧可以將個人吸成咗一個乾屍咁樣嘅。任世官嚟演啦，咁就表達出嚟佢嘅吸星大法嘅威力亦都係極強。其實主要喺佢打李子雄嗰場啦，個日本劍客嗰場就表達得好靚，嗰個吸星大法嗰個打法，移山倒海，成塊地面揭起嚟擋佢嘅刀咁樣。甚至最後捉住佢手，即刻吸乾咗佢手，要李子雄自斷一臂嚟到阻止佢吸乾晒自己成個人。咁嗰啲處理都係非常之精彩嘅。我真係未見過當時，我話好嘢喎，真係諗都諗唔到佢可以咁拍喎。咁於是就一路睇到尾，我真係睇咗4個鐘頭，因為不斷睇翻轉頭逐格睇佢，咁拍嘅，咁拍嘅，咁拍嘅。我行出嚟嗰陣時咧，就哇，我覺得中午嘅陽光特別之燦爛，我識拍啦。咁就翻去開始計劃《鹿鼎記》點拍。咁有周星馳喜劇方面就冇問題啦。咁動作點算咧？係索性就係因利乘便，我就去傾下程小東。原來佢冇約嘅，得程小東，我俾多啲錢你過嚟幫我拍《鹿鼎記》。咁程小東又肯喎，所以《鹿鼎記》嗰2集嘅動作咧，冚爛都係程小東拍嘅。而我同程小東嘅合作方法咧，並唔係佢度晒嘅，其實好多場嘅武術設計咧，係我天馬行空咁去諗，跟住佢坐喺度，我喂，小東咁樣得唔得啊？唔得，冇得搞。咁啊，呢個有啲可以嗰個，咁加個咁樣嘅落去得唔得啊？2個加埋好嘛？得。結果咧一場場度出嚟嘅，徐錦江做嘅鰲拜點樣俾天地會襲擊啊！結果佢一個人就殺死晒所有對手啊！佢去康熙嘅御書房韋小寶同埋海大富要暗算佢，原來佢刀槍不入，結果咧就千辛萬苦都唔夠佢打。結果最後係用呢個穿心龍爪手一搣佢個胸，咁咧跟住
佢一呆咁就俾阿韋小寶走啦。呢啲全部都係我度嘅。當然程小東嘅執行係非常精彩啦。中仲有幾場咧，由於咧我喺拍緊《神龍教》下集嗰陣時，我要離開香港幾日，咁就有一場全場都係交咗俾程小東拍噶啦，就係劉松仁同埋任世官打嗰場，基本上係交晒俾阿程小東拍，咁拍得好精彩，好精彩。《鹿鼎記》因為喺笑嗰邊為主，所以喺武俠片嘅成就方面咧，其實就係真係冇辦法比得上《東方不敗》嘅。而《東方不敗》咧，我覺得拍得盡咗啲啦。結果跟住阿徐克同時籌備《獅王爭霸》同埋《東方不敗2》嗰陣時咧，《東方不敗2》係有少少急就章，即係個故事其實唔係好好。佢加咗個王祖賢都冇大用，因為男主角嘅力氣都唔夠用于榮光。結果咧就搞到《東方不敗2》咧喺台灣咧第2年過年咧就票房唔好。結果咧就黃應祥啦嗰個片商咧就要逼阿徐克咧，甚至承認咧佢即係因為同時分神去咗拍《獅王爭霸》，而冇盡心盡力去拍《不敗2》，然後咧就要向台灣嘅觀眾道歉。呢個真係我覺得黃應祥嘅逼佢咁做都幾有少少過分。當然啦，輸贏咧就係兵家常事，呢啲其實邊個都有嘅，所以有時諗歪咗少少，因為你跟嗰個係經典嚟嘅，你第二部接住落去，你可能1年之內你未必係可以創造第2個經典，所以我唔覺得徐克係有問題嘅。因為後邊嘅《獅王爭霸》又好睇啦，之後有好多部戲都相當精彩嘅。林青霞咧喺嗰部戲之後咧就直頭係可以話係開掛啦，就無數片嚟揾佢，無數片都係嗰個形象。但係咧青霞有套好喎，佢咧就好聰明嘅喎。佢基本上嗰個擺個架，佢都係特擺到喎，佢並唔係借手借腳嗰種喎。佢喺《鹿鼎記》佢都不斷咁樣有程小東擺幾個獨腳企喺度咁樣嘅架啊，咁樣擺啊嗰啲，其實嗰啲都要有少少功架先至做得到嘅。如果有啲女仔從來冇接觸過咧，借手借腳就唔好睇嘅。但係青霞真係做到嗰種硬朗嘅，成部《東方不敗》咧，甚至即係徐克真係可以令到關之琳都願意即係做二幫啦，因為入面已經真係擺咗個二幫位，同埋佢特別強調咗呢個李子雄嗰個角色，嗰個又真係嗰啲打精彩咗好多場嘅，佢啲打嚇。雖然佢尾後俾任我行殺死咗，但係佢係即係拍得佢好強，亦都可以話係徐克嘅一路都好錫李子雄嘅一個表現出嚟嘅嚇。從英雄本色開始，《東方不敗》咧拍咗2集咧就冇再拍落去啦。但係咧就林青霞同類型嘅戲拍咗《白髮魔女》啦，拍咗《紫禁魔》啦。火雲邪神啦，一大堆真係，我諗佢起碼拍咗10部以上嘅呢啲咁嘅類型嘅戲，令到咧香港嗰個武俠片咧就響92年去到95年咧就拍20-30部，後來我都拍咗《武俠七公主》啦，仲有一部我唔記得啦，因為我唔覺得嗰種武俠片係可以拍咁多嘅，觀眾會體驗，結果真係體驗。響93年尾我嘅《倚天屠龍》啦，因為係李連杰當年嘅第7部實在太多啦，所以咧就敗在呢個陳可辛同埋李志毅嘅新冷人帝手上嘅。咁我明嘅因為嗰個質素係冇問題嘅，但係觀眾體驗咗啦。你一年俾7個叉燒包人食，人哋幾好食你都唔會好中意食啦。咁梗係你整個蛋撻就好啲啦，新鮮啲啦。呢啲係冇得拗嘅。但係當時由於大家都贊成決定咗要拍啦，咁就只有拍咯咁就亦都花咗好多時間、精神同埋財力啦，所以後來票房唔得，因而係冇下集嘅，係大家決定即係用啲資源就去拍《九品芝麻官》，而唔係嚟拍呢個《倚天屠龍》嘅第2集。雖然我後來提議過咧，就用低啲嘅成本去拍，佢哋都決定唔拍。咁好彩《九品芝麻官》亦都幫大家賺到翻啲錢啦，咁就彌補咗《倚天屠龍》嘅失敗啦。《東方不敗》咧，除咗影響咗呢幾年嘅武俠動作片之外咧，佢處理情感線咧，亦都真係非常之與眾不同。咁就裏邊嘅李嘉欣同埋關之琳嘅暗戀令狐沖啦，林青霞嘅由頭到尾都冒充成為一個純情少女，但係好中意飲酒嘅，就同
令狐沖交往啦，用自己嘅愛妾去同佢親熱啦，呢啲咁嘅嘢都係好新鮮嘅。直到最後決鬥咁多個主角一齊同佢打，令狐沖發現咗佢係男人變咗女人之後咧，佢都驚害莫名。響呢個林青霞始終都唔肯對佢落殺手嚟殺佢，因而俾佢獨孤九劍嘅一劍拮到個膊頭，拮傷咗。然後任世官就用佢吸星大法喺佢個傷嘅缺口裏邊咧，把佢身裏邊嘅血吸咗一大半出嚟。咁所以東方不敗就衰弱同埋重傷，就冇咩能力可以再反敗為勝啦。結果佢就瘋狂咁樣想同歸於盡，結果就成個黑木崖就崩塌。咁佢自己咧就跌落咗崖。咁但係令狐沖最後一秒鐘都想跳落去救佢，然後捉住咗佢，就話：我想你話俾我聽，嗰晚同我一齊嗰個係咪你？佢話：我唔會話你知嘅，我要你永遠欠我。咁就推開佢，推佢翻上崖，就自己跌咗落去雲霧當中。但係又冇介紹佢有冇死，所以佢後來拍咗個東方不敗第二集咧，就係講呢個東方不敗係冇死嘅，同埋出翻嚟嘅。咁但係好混亂啊！嗰個第二集，王祖賢嘅角色又唔清唔楚，所以我覺得就係成個戲咧就唔應該拍嘅。我覺得，因為東方不敗實在太經典。今日講呢個古裝武俠咧，代表東方不敗啦，講到呢度先。咁下一期咧，我就會講我最中意嘅一部李連杰，就係《男兒當自強》。